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女咧嘅节目。哇，今日内容非常嘅有意思哦。讲到啲花音嘅形容啊，下面大家都會去廟都拜拜，祈求身體康健啊，事業順遂啊。基本嘅裏邊咧，佢係透露係乜嘅嚟做係公廟運勢嘅圖覽哦。嘅佢哋分享佢成年嘅裏邊，洛洛分享。大家好，我是洛洛。那我今年23岁，那我长期是在新竹以及桃园的地方去做文史工作。好。欢迎洛洛哈！哇，洛洛你才23岁，你长23岁，很年轻哎。那你做这样的一个文史导览，或是说宫庙导览，已经给多年了，几年了？大概就是我从国中开始对这个宫庙开始是有兴趣，应该说整个文史啦。然后一直到大概高2、高3开始，慢慢的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忙他们导览这样子，所以这样算起来也就。5、6年了，哇，很不容易耶！到某年代，因为一动稍微躺动，我们很少会听到一个23岁嘅后上年纪，都心终于都会做按动嘅，已经做那么多年的文史啊，系讲宫庙嘅导览哈。不过讲到咧哈，先让乡亲们嚟讲一下哈，应该洛洛妈妈系昨天讲系内湾，就内湾那边新竹的客家人，他讲音对，然后不过。从小很少有机会走在堂头哈嘎法或者讲客家话，可是你说你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佛台啊，听到佛台的时候就知道要跑了。是谁跟你讲？是妈妈还是？妈的。所以妈妈会讲佛台，然后你就知道啊，这应该是会有事，对，要出事情了这样子。好有趣哦！不过现在就是。解析哦，因为他刚刚因为听他佛台火很大的意思，你知道是火很大？我知道火大，是听得懂的。哦，不过讲到俩哈，大家是会地讲，你一般引起的庙都啊是求心拜拜啊，会知道说啊，我们这个庙盖得很漂亮哇，你看这个雕梁画栋的，就是或者是说哇，你看这个上面有剪年呐那些，或者是有一些壁画，因为大家地都是安用，一卖就是诚心的拜拜。但什么是宫庙导览？对，其实这个宫庙有没有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近的，可是人好像只进去里面走一圈，该拜的拜，中间的先拜，拜右边的再拜左边的，然后拜完之后诚心一拜就结束了。对啊，其实很少人去好好的去了解庙宇里面的一些故事跟文史，甚至它是跟地方是会有结合的。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拜的这个神明，这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对，那我觉得这是现在台湾人虽然知道庙离我们很近，可是跟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哈，就是台湾的庙宇比便利商店还要多。真的？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而且夸张的数字。那你可以大概说出，怎么好像突然考试？你大概可以说，你猜得出来整个台湾的贵州推翻庙宇大概落在多少到多少之间吗？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就是刚好比便利商店再多这么一点点。啊 ，OK， 哇。真是不得了！我知道台南密度很高，台南密度很高，然后外岛、金门、澎湖其实也很高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庙宇好像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一个东西，对，可是大家好像没有很认真的走进去，好好的、慢慢的走进去去了解。很多人都会去走村嘛，对不对？我们好像是照着一个 SOP 的流程进去里面之后，拜左边、拜右边，一下子就结束了。但是当你真的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去了解庙宇里面的每一个，我们叫壁堵，就是右手边，你一进去庙里面，右手边的墙壁我们叫它壁堵，每个壁堵上面的雕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文史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在了解这个庙宇以前发生的故事，尤其是这间庙宇跟这个土地的连结。哇，是不是也可以了解到艺术层次这一部分？是可以的。比如了解图很容易吧，改图怎么样画的图，然后它是什么图？是那个图里面有那个图的故事，比如跟把搞那些民间故事。我讲的比较粗浅啊，抱歉，不要粗浅，有可能是有什么样的民间故事，那也是一个故事嘛，对不对？好，所以对大家都讲意思是系讲，其实系讲。你去到该片，又在有一个像洛洛这样子的导览的老师，事实上就可以对那个庙有很深刻的认识，都亲切感联系，了解该片感历史文化，然后土地感关联，还有艺术的部分，对不对？好啊，那就问一下，刚才有讲到啦，去按后上你是上水是走一个投篮的线上，就这是因为你是怎么接触的？为什么是国中就开始，或是怎么会
这么有兴趣，这要做很多的功课对两个讲根本应该输那的泛啊，等下自己走投烂呢，这个很可怕什么？对，可能分2个层面来讲啦。第一个就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父母工作都比较忙，所以呢就会把我丢到图书馆里面。我还以为丢到庙里，没有丢到图书馆里面。对 ，OK。但是新竹以前的文化中心现在拆掉了，就文化中心的最顶楼，我还记得1楼是地下室是那种游乐空间，然后2楼是1楼是成年人读书的空间，然后再往上顶楼的地方有个地方。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我是因为从小在图书馆里面翻透了，就只好往楼上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走。有一个小小的文献室，对，那个文献室专门就是在介绍新竹的历史。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所以你就去看，对，我就去翻，就去翻。所以妈妈让你表达改变，然后你就想说没好，我就来看一下。就翻，结果越翻就。也还真的是蛮有兴趣的，看到那些雕饰。可是我们都知道，学以致用是很重要的。你学到东西，你不会快乐；但是你学到东西之后，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而且用上，你会快乐。所以你就走到庙里面，真的看到书上的东西的时候，那是一种成就感。对，这是其中一环啦。那另外一环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去参加社团，对学校的社团，他们有一个就是带我们去庙里面走走，然后请文史工作者来，然后呢又讲了一个跟书上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你能想象文献是官方说法，对不对？那文史工作者讲的是民间说法。当这2个对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底文史工作者说的是对的吗？还是文献说的是对的？那我就。大概从国3开始吧，然后就开始继续钻研。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读书，因为我是到了考试前我说大考前还在读这些东西。结果当年作文题目居然是不会吧？在传统文化中我看见，哇，就这么刚刚好，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拿了一个，你就信手拈来，就刚刚好，对。你信手拈来，绕之间透过就直接，对，就直接就写走奔地图下。对，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是写新竹都城隍庙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天哪，对啊。所以我从小就是这2个东西啦，然后一直到大学之后，我去参加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 USR 计划。我相信很多的大学现在都还有，但是这个计划不一定是做在文史上。那刚好我接触了，就是在做桃园的文化导览，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其实很多的庙宇，很多的东西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比如说，每间庙的右边壁堵上面一定是龙，对面一定是虎。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听众会龙，然后福。对，没错。所以我们才要从我们面对。等一下，我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应该不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才需要我们的存在嘛。好，我很担心，说会吗？这是一个地处地系，台卡图地景偏是黑龙，左偏是黑福。对，因为其实是以那个啦，我们以神明的座位往前看，左青龙右白虎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要从龙门进，虎口出嘛。所以我们都每次都说走庙要从右边的门进去，左边的门出来，是这个原因。那有人从左进右？通常不会，对，这就不是一个对的顺序，除非他不明白这样子，对。是庙门上面也会有很多门画神像，神像，那每个神像也会有不同的故事啊，青书宝、尉迟恭，对，然后各个门神，对。那再跟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再说看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你们可以去注意一下门神，如果是女生，侧门神哦，主门神通常都是秦叔宝跟尉迟恭啊，或者是神树玉律。那如果侧门神没关系，我不知道，因为刚才落少改说抬卡独地，抬卡独地，应该是什么？想说会吗？会抬卡独地吗？没关系，我讲最简单的侧门神。如果是女生，看得出来是女生吧 ？OK， 侧门神如果是女生，主神一定是女生，可以去看看。等一下侧门，等一下这是一个宫，一个宫会有3个门嘛，对，中间一个，左右2个嘛，对，中间门通常不能走嘛，对不对？对。旁边那2个就是龙门跟虎门嘛。对，如果是女生，中间的神通常都是女神，对，所以我们最常听到的妈祖庙，对，通常都是旁边都是侍女这样子，对，那男生又分2种，这真的太有趣了，
根本是七家都偷懒的，那故事都好谈哎。对啊，所以其实里面很多细节，你走庙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注意。那文史工作者就是希望，尤其是我们做导览的，就是希望把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告诉能够让地方的人可以了解到这一块这样。那天后宫呢？天后宫就是妈祖庙啊，对，所以它的侧门神，我就算没去过，我也大概可以猜得到，对，大概7、8成是可以的。哇哦，大家所以了解，其实讲得非常好，有一个兴趣，刚好结合了结合了兴趣，然后你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自己感觉上好像有点使命，然后你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脱离一下，那你做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开心吗？是，当然是开心的啊。对我来说，其实好像也不是以赚钱为导向啦。对。那我可以再问吗？就是说，像宫庙这样的导览，是不是有一种学无止境的感觉？因为你就是真的，就是真的会觉得不是说哇 ，OK， 来了解摆嘛，改心哦，这个门、这个壁画什么的，学不完啊。他还是学不完，真的是学不完的。对我有时候再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以前去新竹都城隍庙，我知道。新竹都城隍庙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城隍庙，草猫。对，那为什么要强调“都”字？是因为它是等于说以前的台湾它是最大的啦，都就是首都的意思。对，那台南叫台南府城隍庙，它比都再往下一阶这样子。所以你去老新竹人，你跟他讲说新竹城隍庙，他们会不开心。哎呀，你一定要叫他新竹。不好意思，我们是都城隍庙，然后台南就是府城。但台南讲出府城城隍庙，所以也是很骄傲哎。对他们也是很骄傲，因为府城隍庙代表他们是建庙最久。对。那都城隍庙代表的是它是级位最高，对他们各有各骄傲的点这样子。哎，你看哇，很好谈，路安讲 voice 就得偷都改地势，还有嘛改地势聊海，你等下怎来讲？东方伊就咧绕墙路，路对着节目地图咧，佢係一個當後生，而是3歲甜甜個，佢係在文史界工作者，係冇是講啲宮廟文史界導覽者這樣。其實上團節目聽你這樣分享，就知道哇，你真的是很有興趣，因為你分享起來那個眼神是有光的，會發光的。對，眼神說哇，我告訴你哇，這個都是什麼哇，府城是什麼？我覺得我聽起來也覺得，我躺一落牙齒都秀波動態，收穫很大，覺得好像真的有很多的知識在裡面。對，你按講下了喲，是被地公其實真的是學不完。那你說，像你就會說，哎，其實你之前講說，哎，到底文獻是對的，還是這個文史工作者講的係錯的？到底係文獻講的，還是文史講的？其實當然這是可以去辯證的。對，那你後來呢？你覺得對，或者立場不同？當然不一定啦，有些時候我會覺得是官方是說的是對的，但是有時候官方是為了要去讓這個東西有它的正確性存在而修官史嘛，對不對？那舉個例子，我以前在一間廟裡面看到中間有一個四方形的，就是全部都是鋪那個那個磚頭嘛，對不對？就只有中間有一塊是土，正方形的土。哎，我就覺得很神奇啊，為什麼那邊要有一塊土這樣子？然後我就去問地方工作者嘛，地方工作者就說，哎，這個位置有沒有是為了要讓神明，因為降下來的時候可以在這個地方這樣子。那我去翻文獻，文獻說不是哦，這個地方是因為以前祭祀官要站這個地方，要做定位的定位點。可是落差很大，對，差動多哎。所以呢，我在做導覽的時候，我當然會先講文史工作者的說法，因為它聽起來比較好玩嘛。很傳奇。我就說事實上，其實在官方文件中是這樣講，對我不會那麼立刻的去跟人家講說，對，不會說直接說這是對的，這是不對的，對。但是我還是會跟大家把兩個說法都講進去。好，今日鄉親朋友談落來用對話嘅時間是為起到機，就是這個娓娓道來，慢慢的講，本大家都會談。因為我係聊到節目嘅主持人，佢落來用對話，我就當好奇嘅，就係你土感應，你去導覽的時候，總是會有不同的年齡層。沒錯。比如講，你覺得你接觸過最年齡層最低跟年齡層最高，你可以分享一下。然後你投覽的方式聽從沒冇可能，導覽方式一定不一樣，絕對不一樣。對。那我帶過最小的啦，應該是小4、小5組成的團隊，對，大概這麼小。那帶他們就有他們的玩法，那就是他們真的是很活潑，然後
他们的眼神是在注意你的，跟那个高中生跟国中生看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其实高中生也未必没兴趣，因为但是你知道高中生就青少年，他们就是那个样子。可是高中生他们有时候是被老师强迫要来的，对，所以他们就不一定可以就是做得特别的好，就是要眼神都专注在你身上，他们只是为了去写学习单。OK， 对，他们学习单的量够了，就不用听了。对，那小朋友不一样，他们是真的很认真想要去学习这些知识的。对，那带领小朋友，老实说对我来说还蛮累的啦，因为他们会一直问问题，当然有时候你又答不太上来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因为说实在的，恭喜才会聊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上一段节目讲，是学无止境的。对，没错。你知道这中间有太多的地西赌地赌，对，没错。哇，那也没办法，就只能跟他讲说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但是我能够回答，当然就是尽可能回答啦。那我带过年纪最大的有没有是70、80岁的团体？对，那个时候我们去走读整个阿公阿婆，对的，阿公阿婆这个等级的这个，对，然后我们带他去走读整个萧里的客家庄这样子，对，那带领这些70、80岁了，他们就把我当作是孙子在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随身都会携带那个捏板，有没有？那个你辛苦了就吃一个这样子的，茶饼干，那个老师你辛苦了这样子，你就能感受到跟那个阿公阿婆有没有？他们就是有点。他们在养孙子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我是很疼惜的。你懂你讲也是记得很没打动你进台，对，很认真听，对，他每次很认真听，但是他们我觉得还是脱离不了，就是他们的对于神明的敬仰的部分，但这个也没有错误，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对你有个信仰，人又有一个信仰，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对。这就是最小就是大概3、4年级，10年生好台的是阿公阿婆70岁、80岁都有，很棒哎。那你那天导览完毕应该肚子很饱哦，对，真的是很饱，而且他们真的带领老人家是比较轻松的，一来他们走路是慢慢走，小朋友会非常容易跑嘛，对不对？走来走去。刚刚你有讲到你图嘅像係阿公阿婆都係萧里改变改客家庄客家庄的聚落这样，比如说他们那边的信仰。对，因为你有讲过嘛，摩强改庙不一样的庙，其实古时摩强容，信仰呀有一些摩强容，然后文化然后连接然后摩强，那你要不要特别分享一下像很多客家聚落对你来说特色也好，你说萧里吗？我以萧里为例好了。那萧里有2个东西非常的特别哈。第一个东西叫做玉元宫。对，它是一间庙的名字哈。玉就是玉皇大帝，元就是三元大帝哈。那为什么要拜三元大帝呢？我们知道我们客家人有一个三山国王嘛。我知道上面台题，这个我还真的听过拍摄，因为我也是在客家中台耶。对，有个三山国王，可是因为萧里这个地方有没有？它其实比较复杂。它现在看来客家人多，但是在更古老的时候，有原住民，有闽南人，有客家人。对，那他如果直接只拜三山国王会打架，对不对？所以他就拜了一个神格更高的三元大帝跟玉皇大帝，这样子那个就不会吵架。因为玉皇大帝看起来很大嘛，因为他而且是大家都拜的。而且就算我对于宫庙改文法好摸清楚，特别谁改世界都会看民间故事嘛，对不对？什么就会里面最大的神就玉皇大帝嘛，我们都觉得反正他就最大嘛。哇，原来是这样。对，那再来萧里有个圳叫做萧里大圳，这个圳非常的特别哈，它是由原住民知母六，它的汉名叫萧那英，跟客家人一起去合开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萧里看得到很多原住民跟客家人一起合作的一些例子。那再来客家人有一个在萧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碗衣池。对，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南庄老街？南庄老街有一个也是碗衣池的地方，对不对？那也是因为那边的地理关系的原因，所以呢，我们那边有碗衣池。那再来就是碗衣池的旁边，对，在吴家志德堂旁边有一个石母信仰。拜石头其实是华人一个普遍的特色，但是把石头叫做石母，只有客家人比较常这么使用。可是客家人拜石头不是把供吗？也有把供。伯公是土地公，对，那不太一样，对，石母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它是自然灵信仰。那伯公的话呢，它是最早的时候是在田里面插一根竹子，上面塞金子，这就是最传统的伯公了。对，那它
之后才慢慢变成石头了。可是石母信仰不是，石母信仰一开始没有那个竹杖的这个阶段，对，它不太一样。那讲到萧里就有7个很重要的客家姓氏，就是彭谢、吴和、钟、卢、元这7个姓氏，他们7个呢在萧里开发了整个萧里地区，所以呢到现在这7间家的家庙都还在。哇，对，所以呢，带领着这些老人家们，对，我也带过高中生去那边走读啦。那他们的家庙都很漂亮，很宏伟，对，通常他们家庙都是主厝，然后后来呢，分家之后把那个主厝作为家庙用，或者是宗祠，应该算宗祠。因为地好6000感应比较有钱的人，他还会自己盖一个自己的家庙。那盖了真的很漂亮，很精致。更正一下哈，应该算宗祠，因为家庙家庙是要封官才有，可是那7姓都没有封官，就是对，所以他们都只能称宗祠。但是宗祠就是家里的像是老厝或者是伙房去修整的也有，什么？他们也因为也有钱了啦，所以都把它做的有点像家庙的形式了，这样子。这是萧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哇，还没谈落落公姑也是很有意思，公姑有我讲古错。我讲到两篇，你是不是谈到哇？佢对你萧里改编嘅客家嘅市路、客家种头，其实都有研究吼。那你自己对客家的记忆是什么？我对客家的记忆就当然是回到我的时候啊。妈妈说火大，妈妈不火大。拍摄，你对你的客家感记忆？对，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内湾，常常回去内湾啦。对，那通常就是6日的时候，就是会回去内湾这样子。那内湾呢有一座很漂亮的庙，它也是拜三官大帝。那从小就是在那个庙城玩耍，然后看客家戏。前面有戏台嘛，对不对？你这么年轻，听客家戏，你按还有上？内湾因为地点的关系，因为那里的庙好玩的，对啊。所以你有看过客家戏，你知道那就是客家野台戏。知道是客家野台戏，对。然后他们在上面就是酬神啦，对不对？然后收冬啊、秀冬戏啊、酬神戏。哇，所以你也有经历过谁改世界款客家戏野台戏的。初2回娘家的时候，那边也会有一些最明显会有野台戏的时候，对。那你有看得入迷吗？有，但是看不懂。但是你可能觉得他那个扮相、动作啊什么的都很帅气，对，也不会说看不懂啦，就是有些客家单词我可能不行，但是大部分是听得懂的这样子。其实大家讲看闹嘅看闹，看热闹，看闹嘅看闹嘅，相信伊看戏嘅时间，死腿冇强，头摆赶紧只是动眼睛看戏，不过你下伤心戏都改变改宽景嘅时间，每一种看闹嘅心情，就是看热闹，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气氛啊，所以你来落你是3岁去对客家嘅记忆嘿，都苗平千面都爱看戏春哈。那你知道唱山歌吗？我知道，可是我不太有印象。我以前在内湾的时候有听过别人唱山歌。哇，我看你是理解客家记忆吼，非常嘅传统个有意思。还有乜嘅故事大家聊下？你等下再来讲。欢迎就在绕墙度落吼，哇！伊家23岁，家后生囡仔到节目底，除了大家的分享，去对文史界了解，对公庙故事界了解，又做多多界讨论吼。水世新年生度水台界，阿公阿婆都有哈。其实在这个导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学习跟进步，因为有时候师兄你讲哎，都记得会问题嘛，还讲问到的问题自己不会，回去还是想要查资料，对，回去想要去会吧，没错，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精进哈。好，讲到两篇基本的你我们有一个这个福气卡拉 OK 哈，就是要问一个很有趣的，就让大家的分享，就是有一个定光古佛，对，定光古。入生佛，定光古佛，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入生字。对，这是什么？定光古佛它非常特别哈，在台湾，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客家人会拜，叫做汀州客家人。对，这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闽南人有泉州人、有漳州人、有客家人，你不觉得
客家人没有被分类到哪个州这件事情很奇怪嘛，对不对？那其实。在漳州也有客家人，那漳州有一个小地方叫汀州，那只有那边的客家人拜这个定光古佛。那这个定光古佛很特别，他不是客家人，他是泉州人，泉州的闽南人。他来到汀州之后呢，开始去弘法，他是宋朝时候的人。对，所以呢，在台湾也有他的庙宇，有2个比较特别的。第一个就是在淡水的一个叫做银山寺，这个银字很难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大家哈，对，银山寺。大家有发现我听了一头雾水吗？我想说，哇，大家有起头，我大家没有了解去讲的题目哦。没事。那这个邓，就是你去银山寺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庙叫做邓公庙。邓公，邓是那个姓氏那个邓，公是那个公婆的公哈。那为什么会叫邓公庙？那其实就是因为闽南人用邓公这个词，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听不懂客家话。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姓邓的邓公，对，但是他的客家字是定光古佛，对，所以呢，在那个淡水那边有邓公路，有邓公国小，对，那个邓公其实就是指定光古佛，对。那另外一个台湾有这个定光古佛的庙是在彰化的。那个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叫做定光佛庙或定光古佛庙，对。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去过那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话，应该会对这间庙有一个印象，它感觉就是隐藏在民宅里面这样子，对。那这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彰化虽然看起来都是闽南人，但是他曾经有客家人居住过，而且还是对，而且还是汀州客家人，对。那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叫做客邸啊。对，就是很多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闽南人，但是他们其实是客家人。对，在他们的祖辈，他们可能是客家人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庙宇的痕迹来判断你这边的地区以前大抵可能是住哪些人这样子。太有意思了，挺有意思嘞，对，很有趣哎。对，那这个就是文史工作者会比较少提的，比较会是官方文献去提的东西。哦。所以你有经营 podcast 对不对？因为他刚说听众朋友有吗？对，因为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家抬价胸口呢，因为大家讲故事讲的非常的好头，我就幻想一下，哇，如果今天你把一个 podcast 打开，你还可以一边做家事，对，一边看下 save， 还可以听到一个，因为他刚讲的，你看刚莫注又讲的，你讲什么讲？哦，大家是咪第二？你那边大家咪起到系闽南人，不过其实咧去最早开始也是也没有客家的足迹，对不对？其实有一个就是。你知道这就是以前在听司马先生讲话那种感觉，就是我刚瞬间有种觉得，俺孙天凤有种刚刚那个 radio 打开了，但是都打开了，所以你会谈到谈到公古很有意思，所以你要写基本上大家都讲的定光古佛听讲，而且就是本来是邓公。应该说原本叫定光，可是呢，闽南人以为是邓公。邓公啊，是这样。听讲邓公啊，你看还没有都有意思。讲到那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如何不你都国众购众？虽然讲你前面讲到非常的清楚，因为去图书馆查资料啊，然后投台后改世界也有接触啊。不过讲到了，到底到现在是什么样？如何让你保持永远不你保持安用感年轻？这是第一个。如何让你保持热情？好像在考试哦，问还是问题。第一，你觉得你还会继续在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吗？我是要如继续的行下去，一直都是有保持这个热情，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就是你能够接受到这些就是来听的人的这些人给你的反馈，像刚刚那些阿嬷、那个阿公、阿婆他们的那种。就是回馈，你自己的动满足就很满足，真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哪一天有没有我在讲话的时候，下面都是冷冰冰的，对，那我可能就对，有可能啦。但是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这个状况了。我也是希望经由就是情绪价值，还有继续读这些文史的文献，跟地方的工作文史工作者聊天的对话中，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每次都跟大家举例啊，这个就很像是。引火一样，就是你不用烧得很旺，可是你偶尔要丢1-2根树枝下去，让它维持不一 V7。对，你不要突然的一烧就
烧没了。对，你不要那个一股脑的热情冲下去，那你一次一点点学，一点点学，一点点，让这个火可以维持住，这样子就很棒。哎，这跟我们以前农家讲，好像我是农家的，推把给农家谁安用？就是你知道以前是大灶烧火，然后那个打开那里面都有放那个木炭，哎，不是木炭，对不起，树木，反正柴。对。我今天突然觉得东摸底细讲话了没有？哎，放柴。因为你生活是很辛苦的，对，摸手利亚哈，我还喷枪，有没有？生活，所以推白给生活是否好辛苦，所以它会维持一个温度，它会就像盖火，它的专有名词叫盖火，因为让它维持一定的温度跟热度，然后让它。就是它随时都在那个状态里，可以讲，因为咋个咧煮菜烧水，你是大概敲扁了之后咧，所以你刚才讲的没很安用，你维持落感也清水，你不要让它扑灭，快要扑灭的时候，嘎嘎再放一根柴，树枝它又突然。对，旺起来了，对，然后快要灭的，对，让它维持一定的高温。这是第一个问题。刚刚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你会继续走下去吗？应该是会继续走下去啊。如果有人愿意来找我，当然愿意继续的把我能够学到知识的喜悦分享给大家。这样，好棒哦。好，所以看以来，我觉得我自己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们聊到跳舞非常嘅重要，因为当到嘅地心，底下嘅系统唔係是做唔係查 ChatGPT 是做的，唔係查 Google 是的，其實你喺度改變，因為感應做的弄好好的導覽，我覺得。你不是只是阅读文字，其实你是亲眼去见。对，这很重要。有句话成语，就是你知道，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台大不求这个句话，哎呀，好老派哦！哎呦，这个从谁念？通过小改时间，每次写作文的时候，信上就说听说跑要改新成语新意，因为以前背好多成语要用在作文里。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一句话超真实，非常的真实。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喜欢历史。我个人很不喜欢恋爱，好历史，讲而且读历史嘅课本也是大概都动上水墨，讲係講你仔細看到那些東西的時候，很奇怪耶，你就記住了。對，沒錯。你並不需要一直去讀。對，而且我剛剛聽你講那些，我就覺得我有記在我的腦海裡面，比我自己去讀那個劃線，對，還要好很多。劃線、畫熒光筆、做筆記，然後背不起來，跑唔疲咯，你講樣去講是幾類咧？所以非常該重要。不過講到兩片哈，就是說我剛剛說 Podcast 是你慢慢想要經營的宮廟信仰，對不對？Podcast 目前我有2個啦，但我都不算是主持人，我們都算是共同一起的。共同不該打嘴鼓。那講到那個第一個的話，就是裡面有一個更熟悉客家的張宏斌老師，他也是帶我加入整個就是關於 USR 計劃，然後教我如何這些客家文化導覽的張宏斌老師，他有邀請我去做了一個節目，叫做數位司馬遷對。那另外一個節目是我跟另外一位也是客家人，他是新竹縣的客家人，然後他是陳維仁老師。那我們2個有開了一個關於佛教的這個課程，也不算課程，就是跟大家來聊聊佛教，但是我們不會用佛經的方式去講，我們是講一些佛教的故事這樣子。它叫不讀佛經也能佛心。那個節目的名字很有趣，非常還神奇，哇！怎麼辦？我覺得我對這個很想知道裡面會是什麼。歡迎收聽。不應該是好，節目改最尾哈，我們節目最後1分鐘來問一下哈，要如何報名去參加你的走讀導覽呢？如何報名？如何去參加哦？其實如果真的有心有意的團體，對，我現在都是接熟客比較多啦。但是如果真的萬一很想的話呢，大家可以直接去密我的臉書，對，密我的臉書就可以了，就是直接打名字就可以看得到我的那個臉書，就一看就知道是我，因為我唯一的公開相簿就是我帶領大家去導覽的照片這樣子，對。所以是走的有機會讓你聯絡，是看看有沒有機會，或者是有沒有時間上面可以配合，然後就可以走的土台家形形式。哇哦，鄉親朋友，今日愛上大家聽說秀木動態讓我強咯，所以非常感謝落嚟到節目地度，來大家來分享。希望咧鄉親朋友咧強弱係講有興趣啊，做得去親自好好嚟認識理解文化、理解歷史。好，聽下來咧，就向所有嘅鄉親朋友強下嚟做論壇咧。要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